啦，来听，看三色，咱拄仔变化吼，拄仔看着天气的变化，吼，最近即个天气吼，无啥会寒，无啥会寒，听有无？没有衣服，没有衣服。啊，无啥会寒，听有无？没有衣服。无啥会寒，就种意思。不太冷，还有无晒过，没有穿衣服会冷啊，没有添加衣会冷。天气的变化，头前讲两个名词在差别。但是现在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？魔法。天气，甲气候，天气跟气候有啥物无共款？几乎一样。两个差别伫对？都有气。这两个真差伫对？做简单的天气就是短时间的天气，的气候。啊，若长时间的天气就是气候。咱比如讲，咱今仔日，咱会讲天气，哦，今仔日足寒，今仔日落雨，咱会讲天气。伊即礼拜，咱会讲天气。气候就是讲一个季节，春天的气候安怎，是规冬的，咱台湾的气候是属于啥物气候？短时间的、长时间的，我们的天气变化。安来讲，啥物会影响天气吼？啥物会影响天气？咱头已经讲过两种，第一种是气压，你话二岁嘛，大家风这两个有关系，这两个影响，气压会影响风。来，咱你话对气压，对比咧，伊大气压，伊较上麻烦就是单位，一对单位了，伊大气压等于76公分水一柱，760公里水一柱，还有一个1033.6，什么东西？每平方米1033.6克重，这1033.6按怎来？1033.6怎么来的？算出来。P 怎么算？当然算出来。P 等于 hd 对不对？h76乘上 d 水以13.6，变成1033.6，对了。伊阵佫有教过一个，就是加讲着，因为迄阵就甲你讲，咱迄拢毋免用。咱家用着一个啥？1013百帕，这甲这个过程讲咧113.6足近的，咱佫无共，差不多的。像咱因接近了在，因为这个百帕的单位，伊是用牛顿的。你有过牛顿啊？1牛顿的力，迄拄仔甲公斤重差9.8对无？9.8对啊，很接近，所以1033.6乘以9.8了后，就变成1013。也是克重，咱这用牛顿，但分母，敢若差平方公分甲平方公尺，那个都差100倍尔。但是牛顿和公斤重、公克重差9.8，所以安尼算过来。会变做1013，就差2点嘛，差2点嘛。所以咱气象用这种，所以你若看到咱的气压啊，若讲高气压通常会到101、102啊，若低气压就会800几、900几，低大气压1013、1013这个标准。照讲着咱的冷空气较重，因为热胀冷缩，所以冷空气压较大。咱的风就是为高气压，然后为低气压，
高压流向低压。迄咱像迄物件球的位悬的所在，咧位低的所在，咱的空气嘛会位高气压，咧位低气压，所以咱风是安尼动的。所以咱若甲机器图内底画做等压线，会出现甲第四个等高线相共的一个地形的图。啊，咱若等高线，咱若是地图的等高线越密的所在，代表这个所在是安怎？是不是代表坡度越陡？啊，代表坡度越陡嘛。啊，若咱气体的等压线，气压的等压线愈捌越密的所在，代表啥？代表它的气压梯度越陡，对不对？气压梯度越陡，会发现那边所在情形。迄山坡越陡，你也淋落去安怎？淋愈紧着，啊，坡度缓咧淋落去个淋较慢嘛，是毋是安尼？阮以前咧做兵的时阵咧，迄304军内底个本性，就是你为着交敌人变靶子在那边打你个爱步枪夹着，啊，然后山坡你就整个身体缩下，步枪夹着，啊像一个圆筒这样滚下去。是哦。好。你淋的时阵啊，因为你淋吼，你身体缩很小，所以敌人他看过，他目标比较大。啊，但是若是太陡嘛，袂当淋哦，迄袂变淋，迄变做垂降哦，然后直接削落啊。啊，你若一般坡，坡度太缓，你若淋袂去。哦，拄好差不多几度的坡度上好淋了嘛？差不多30度到45度。的坡度，迄个坡度吼，拄啊是迄个滑雪上好的坡度，啊滑雪上好的坡度嘛是迄个高山顶管雪崩最容易发生的坡度。雪崩嘛是啊，你若迄雪越陡吼，伊有个随崩落来啊，伊也袂积雪啊。两周平坦，也往下分力很少，所以30到45度的坡度，如果会让积雪，雪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会滑下来的坡度。迄个坡度嘛，拄好是滑雪最适合的坡度。所以你有看你咧迄有影面滑雪的选手滑到一半，发成雪崩，滑做气球的，雪位后壁落来，去用，滑得比平常还快哦，因为滑慢就完了，啊，就被雪给埋进去。所以你看你迄等压线越密的所在吼，它的风速就会越强，啊，伊的风就会愈紧。咱若有周围有一个中心比伊边仔的气压较悬较低，咱就叫做高压的中心，还是低压的中心，咱就用派压拢高压甲低压表示。伊毋是讲这个中心一定超过1013哦，伊意思讲这个中心比伊周围较悬，迄也无一定超过1013哦，虽然大部分拢超过1013啦但是无代表伊一定超过1013。给周围，咱咧一条线差不多用迄个400帕来作为一个区间，高压中心。高压的中心高压的中心会发生啥物情形呢？伊的山形，当然剖面图变成下沉气流，啥会下沉？咱讲过高压的空气是安怎？是较紧，密度较大，所以这个物件安怎会下降着？会下降。若低压带倒变化，伊的压力小，伊的体积会膨胀，伊密度小，密度小的物件伊会上升。这个下沉上升会影响到伊的气候安怎变化呢？来，咱看第二，这是地面哦。我这个图是为顶管看落这是剖面图，这是地面。你若
地面高空的空气顶了来，因为高空的空气都是它干燥的，啊顶落来地面温度更较悬，所以无可能凝结，所以高压拢是好天气。咱讲好天气也无啥对咧，因为有人感觉落雨较是好的，吼，咱讲晴朗、无云、袂落雨的天气，吼，有人爱落雨啊。啊，咧低压吼，伊个地面的空气升去，升到顶悬。啊，咱知影地面的空气拢较湿，拢水分较侪。啊，升到顶悬，搁较热，温度低，所以伊会凝结，凝结就变哪？就变做云，有云就容易落雨。所以地气压拢是说讲阴天也是会落雨的天气。安尼，这两个差别，然后。来，这就叫条件图，但是咱进无啊吼，啊，我哪画互你看？较如讲这是高压，这是等压线啊。较如这是高压、低压，正常来讲吼，咱的风应该是安尼吹，啊，因为咱的坡度是安尼的，但是咱的地球自转。会产生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互伊伫咧北半球，会伫南半球倒边，会互伊往这个方向偏，会互伊往这个方向偏，这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影响。哦。啊，你讲偏几度无一定，爱看纬度，反正这个方向就对了。纬度的高低也角度无同。好，爱了解这，咱来看，咱伫北半球的，咱是为高压中心好。来，咱来看高压中心的风会安怎拍吼？照讲高压是，你看高压从顶落来，伊袂接入地方嘛，伊会安怎？因为地面的所在伊是袂扩散出去。所以高压中心地面的气流，伊是旋出。好，啊，咱来看旋出的时阵，伊会啥物方向？我讲过，本车应该是安尼垂直，但是咱伫北半球，咱安怎偏？咱对点看过来是毋是往右偏？对。就变安尼嘛。是不是？咱会阅读嘛？才会安尼嘛？才会安尼嘛？才会安尼，所以来变成啥物方向？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？顺吼。啊，若地铁啊，拄啊倒边过来，你啊，这箭头倒边过来，啊，地铁啊中起来，这嘛袂变真空对无？伊周围的空气安怎会流入来补充，所以伊是旋入。啊，啥物方向？你若箭头变过来变啥物方向？逆时针对无？来看，注意哦，在北半球，啊，南半球要怎改？南半球的高压变成啥？顺改逆，这里呢不变，你不要南半球顺改逆，然后这边旋出改旋入啊。高压拢个南北半球这个无关啊，高压中心气流就是落来，迄跟南北半球无关。南北半球有关的是你拿南半球这方向的变这边，所以伊的方向倒变。啊，所以你南半球甲顺逆倒变过来，旋进旋出一样，旋进旋出一样，安怎哦？所以咱北半球的台风是一个低压中心，咱这个低压中心，所以你来看咱的气象图来，咧咱的风台一定是逆时针旋入的，
一定是逆时针旋入。咱地球有3大洋，都会形成气旋，它的低压都会形成气旋。太平洋一个台风，大西洋一个啥？飓风，印度洋一个啥？一个叫气旋。名无共，但是形成原理拢共款，给热带海洋的低气压形成气旋。那印度洋沿南半球，所以印度洋的气旋就是顺时针。大西洋加太平洋一般拢是北大西洋啊、北太平洋形成的。当然你来是南大西洋跟南太平洋形成的，它就倒过来，安尼有问题了。敢无人问我讲，老师哪赤道顶管？哪赤道顶管呢？第一赤道上空好像没形成台风了。第二可是赤道顶管有低气压，因为赤道那个是一个点而已我安尼画好啦，卡出叫一个山坡，我互你一粒球。我甲你讲，以这个为线，你下遮会几只零，下遮会几只零，我问你，你下到拄啊中，伊会安怎？伊敢会定你做难对无？我互你一粒球，然后这个山坡，因为赤道这个物件，伊是一个点尔，你小可偏北，就变出这个几只零哦。你小可刷遮伊就几只零伊毋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讲这是无道理的。我搁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气旋甲你洗手台顶管，你把水装满，你把塞子拔掉，伊的水是袂本来会旋转。照讲应该是直直落去但是你特别拔掉水有拢旋转对无？来，我问你一下，你看伊看10几档照落呢，顺你，还是无一定？有人观察过无？无对无？无安尼你听各位观察，咱后礼拜来，互你观察一礼拜。唔领迄个嘛，洗手台尔。你上完厕所冲，是不是也有漩涡？那个漩涡是啥物方向？是一定顺一定逆，还是凊彩还是随你便的方向不同？还是会被你那个转冰淇淋的方向影响对，观察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下礼拜来，对不对？在生活上你讲我好奇它到底有没有一定？都是逆。它漩涡的方向到底有没有？想起来都是逆，因为这里是北半球，它是旋入的。台风有一定好。所以都是逆。咱头仔安尼108页就讲到，咱的气压甲风因为带动水汽，伊甲水汽有关系。伊这升起来时阵来特点，上升之后吸热放热，吸热放热，水汽凝结，放热了。热其实是一种能量，所以这种放热的过程，这个是台风，它伊唔了变热能了，伊个会变动能迄个是台风的动力来源。一个风台是安怎威力遮强，会让散能量就对来。第一个，热带海洋上空
水分足多，水分起来之后，伊凝结，放出的能量，迄就是养成台风的来源。所以想要台风下来陆地之后，拢慢慢啊漂移，无水分补给啊，无水分补给。